今年諾貝爾化學獎由理察粒臣、奧馬也基同埋北川進獲得，佢哋喺唔同時地研究金屬有機框架 MOF， 開拓未知嘅化學領域，並且能夠開發實際應用而獲得殊榮。其中北川進研究嘅故事竟然貫通古今、哲學同埋化學，喺非學術嘅領域仍然有借鑑嘅價值。MOF 由金屬同有機物構合而成，結構好似一個立體支架，離子之間就係空隙。MOF 正正靠賴空隙嘅大細，唔同金屬同有機物嘅運用嚟達成各種過濾作用。應用範圍包括捕捉二氧化碳，喺水裏面過濾 PFAS 等等。基於3位化學家嘅研究，其他化學家可以設計各式各樣嘅 MOF 嚟篩選特定物質。北川進嘅研究歷程唔係一帆風順，曾經被判定研究冇意義。佢喺學生時代閱讀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川秀樹嘅著作，裏面湯川引述莊子無用之用嘅典故，北川以此為座右銘，喺睇嚟冇用嘅研究裏面發掘用處。1992年，北川首次展示佢建立嘅分子結構，佢意圖繼續研究，申請經費嘅時候，審核方睇唔出研究有乜意義，申請遭拒。北川並未終止研究。1997年，佢同團隊改良原本嘅 MOF， 令液體同氣體都可以通過，從中可以抽取甲烷、氮、氧，呢個喺化學界裏面係重大突破。北川同埋湯川所引述莊子無用之用，來自其中一篇文章《逍遙遊》，相關內容喺2個段落裏面出現。第一次係莊子嘅朋友惠施獲得魏王贈送大葫蘆嘅種子，佢栽種樹木長成結果，果實有5擔重，可能相等於150公斤。惠施嗟嘆佢石大沉重，無法使用。莊子直言惠施絕於用，即係唔識用，並且舉例話，宋國有擅長製作潤手霜嘅人，世世代代從事漂染工作。某一日，一個遊人遇見宋人，用100金購買潤手霜嘅比方，遊人再向吳王售賣潤手霜，令佢吳國嘅士兵喺同越國水戰嘅時候免受皮膚爆裂之苦。莊子話將大葫蘆當做大酒桶浮喺水上面，乜唔係夠逍遙咩？第二次係惠施擁有一棵大樹，樹幹太粗，樹枝捲曲，兩者都無法製成木材。惠施借此譏諷莊子，話嗰棵樹就好似莊子嘅言論咁，大而無當。莊子話離生體型細小，東竄西跳，矯捷靈巧，但係往往被獵人嘅機關捕捉。惠施嘅大樹可以喺乜都冇嘅地方種植，喺旁邊閒蕩，樹蔭下低躺臥，乜唔係夠逍遙咩？就上文字面理解，當然可以歸納無用之用嘅寓意，即係事物睇起嚟冇用，但係人如果轉換角度，仍然可以發掘佢嘅用處。輕易判斷事物冇用係武斷，但係仍然可以盡心解讀逍遙遊。逍遙遊通篇談論小大之辨，其中類比包括鯤、鵬呢啲大魚大鳥同蠹、鶴鳩呢啲小蟲對比，菌同惠姑同明靈彭祖嘅壽命嘅對比，一國嘅賢達御風而行嘅脫俗者，同埋駕馭天地以遊無窮嘅神人嘅對比。文中有意營造各人各物大小差異嘅大，而且明言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又借堅吾同埋惠施嘅說話，刻畫有啲人指斥莊子一類人講嘢大而無當。莊子嘅回應係佢哋水平不足，理解唔到大道理。而呢種小同大唔係一般直覺所能夠判斷，往往係超乎常識，好似天外有天。因為人嘅判準受制於我哋嘅條件，我哋就好似文中恥笑嘅小蟲，唔識大道嘅人。要達至莊子心目中嘅逍遙，就係仿效佢展現嘅思考方式，轉換角度，唔俾成見束縛。呢個概念係以老子、莊子為宗嘅道家嘅核心思想之一，仲見於莊子另一篇文章《齊物論》。齊物論嘅寫作方式奇特，睇嚟後句同前句唔一致，無可無不可，啲事又好似 A 又好似 B 咁樣。例如呢一段，大家聽我讀一讀，唔使逐字明白嘅。物無非彼，物無非是，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故曰：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說也。雖然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
是以聖人不由而召之於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書。道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莫若以明。對上文興趣唔大就唔使細讀，喺呢度都唔逐字解釋，只係特別點出兩句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莫若以明。莊子話 A 係一套是非標準， B 又係一套是非標準。佢唔主張相對主義，而係不斷質疑任何論述嘅恰當性。佢以行文配合內容，呈現探索道理嘅時候疑幻疑真嘅難處。所以總結一句，莫若以明，難以取得明確答案。呢個唔代表莊子否定一切智性，看待任何事物都縮下膊頭，講啲視乎觀點與角度嘅廢話。佢不斷發問，懷疑前提，主張摒棄成見，展現跳脫嘅思維，咁樣先可以體察，而唔係辯證佢心目中嘅道。時刻檢視思想，考究過往假設係咪成立，力求超脫既有框架，竟然呼應現代科學嘅研究精神。文科理科唔排斥，呢個應該係常識。越係探究學問，並且融會貫通嘅時候，越能夠發現喺奇異嘅地方各類知識耦合，頗具莊子所言道通為一嘅意義。呢啲都係人類文明嘅結晶，希望無論我哋興趣喺邊度，都可以稍加發掘個中貴寶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或者 Patreon 實質支持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下條片再見。